中市公测会甲十大伴手礼结合着公益，推出公益的伴手礼。这个礼盒就由爱之光公益协会目睭无看的朋友来包装，收入嘛要捐赠予公益团体，要邀请民众大家做伙来做好代、买好礼。 台中市公测会推出限定公益伴手礼，内容包括有名的糕点、农会金针米，还有咖啡等等。全部大概有15家，然后在我们扣除成本之外呢，我们把所有的盈余捐赠给社会团体。 发布会结合市集活动，让店家有机会推广家己的产品，透过行销推广，让更多人熟悉台中的伴手礼。 对，那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希望将食物最原形的样子，然后自然、纯净、无污染的，那带给我们的消费者。有10大伴手礼这个机会，我觉得冰品它不只是冰品，它也可以是伴手礼，可以推广让更多人知道。 公益礼盒是爱之光公益协会视障朋友协助包装，销售收入卖捐予公益团体，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